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甜筒的时間呢，我向大家好朋友測驗。今日我帶大家人坐蹲做運動。坐蹲運動伊個強度較細，速度咪較慢，較適合有個動作無連發、手腳無方便、手腳無力的朋友。坐蹲運動咪會較安全一些。嗰小大運動的時間，大家要準備一個無連的呢燈呢，你會較安全哦。大家人準備好冇？我哋開始嘅哦。一開始我哋先做暖身哦，做暖身輕鬆腰。唔管做乜嘅運動，我記得暖身輕鬆腰一定要先做哦哈。例如腳踏步，繼續踏步哦。我哋腳出去，手向下送出去，手送出去嘅時間我記得噴氣啊哈。做運動唔可以緊氣哦。緊氣會頭腦昏昏哦，會唔爽快哦。向東方，天天嚟做，一開始我哋天天嚟做，唔是突出力，用輕鬆嚟做都好誒。3、2、1，踏平鋪，手臂中間向兩邊打開來。唔可以跌下去，所以壓過來哦，哈！點頭轉一下，向前面，快合合，兩隻手。同樣還是個輕鬆的做哦，冇用輕動力的哈。踏步右腳，天天縮起上來，盤起下，縮起上，盤起下腳打開來，右邊肩頭壓下去，往左邊肩頭壓下去，右邊再擺，左邊。身體骨嚟到中間，鋪背，再側壓下去，鋪背上來，壓下去，天慢一擺，天天嘅鋪背上來，收起，再一個都好誒。踏步右腳，我哋暖身做到一片，身體熱起來嘛，第一個動作我哋先做踏平鋪。抱樹，係左右兩片，再來4、3、2、1，鼓下去，抱兩下，鼓下去，抱兩下，我記得身體壓下去哦哈。3、2，踏平鋪，抱一下，身體壓下去。抱兩下，踏平鋪，壓下去，快合合，腳冇問題，我哋不是會做快合合哈。手看嚟做一擺，打開來，兩肩頭，有看清楚嗎？手有順稱嗎？3、2，踏步右腳，前面踏平鋪的動作有看清楚嗎？我哋一開始踏平鋪，兩片，哈，兩片做頭，開腳，身體壓下去，手開腳，身體壓下去，哈，安尼有看清楚嗎？再從頭做一擺哦，嚟右腳個一夾撲數嘅哦，哈，準備，踏平鋪兩片。身體壓下去，快合合，兩肩頭，再擺踏平鋪，身體壓下去，幫我出出哦，快合合，就係安尼，幾好。來踏步右腳。
接對嘅動作，就係上坡做一個，上坡做一個，可能做一擺。1、2、3，分腳1、2、3，一片一片都係上坡個，再做一擺次看咯。1、2、3，不用下來。1、2、3，不用下來，可以嘛？來右腳踏步，啊等較夾一些次看咯。1、2、3，繼續個，冇停咯。1、2、3，上坡做一邊。1、2、3，來踏步右腳。等一下，我哋兩片做踢過後，中間做一個開合，用個動作做一擺不看咯，哈，可以擺哦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改個開合嘅動作，可以嗎？來試看咯。右腳，5、6、7，開始。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右片再一擺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。可以嗎？有聽到嗎？不亂聽嗎？1、2、3，1、2、3，踏步。走到右片做踢，啊等做左片，好，右片做踢，開合做踢，馬上做左片咯，馬上做左片，試看咯，來右片。5、6，右腳先開始。1、2、3。開合左腳，1、2、3，開合右腳，1、2、3，開合左腳，安尼有清楚嗎？來踏步右腳，安尼點解意思哈？啲嘢哈兩片都係對做到哦哈，準備再擺都好誒，開始右腳，1、2、3，開合左腳，開合。右腳，記得彎片都錯嘅啦。左片，開合合，又緊頭。3、2，右腳點出去。1、2、3， 1、2、3，左腳。踏步右腳，都係安尼，唔得做開合嘅動作嘅時間。唔好用到肚時嘅力度，用肚時嘅力嚟控制哦，哈！來右腳踏步，從頭開始哦。抱樹嘅還記得嘛？準備5、6，踏平鋪抱樹，身體壓下去，慢咧抱兩下，開合合，又緊頭，都係安尼。右腳一點出去哦，1、2、3。開合左腳，1、2、3，開合右腳再一擺，加油冇亂踢，左片，踏步右腳，揾亂踢冇？唔怕亂踢咩？唔怕，有甜筒多都好，有運動多都可以哦哈！啊，繼續教下嘢哦，嚟右腳踏步，強用咩係慢步，恰恰恰，右腳開始前面。慢步恰恰恰，好做恰恰恰係訓練嘅腳嘅靈活度哦，哈，本嘅腳嘅靈活度較好一些咯。腳冇問題錯嘛，等下我告訴你哦。嗱，腳我哋先踏步，腳先踏步，先做右數哦，可能做一擺。1、2、3、4，彎數，有看到嗎？緊頭，緊頭，綁出去。我哋數圖較夾實咯，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腳夾起來，慢步恰恰恰，慢步恰恰恰，再來4個、3、2個，添埋一個，踏步右腳，可以嗎？2個動作夾向下，從腳點順好上坡，到慢步恰恰恰，試看咯，準備哦。5、6、7，開始，右腳開合，左腳，右腳再排，左腳
慢步恰恰恰，命紧跳，伸出去。踏步右脚，也动作，嗰度竖嘅动作哦，吼，都係蹲嘅竖蹲腳，訓練嘅協調性哦，吼，嚟右腳踏步，我重提位哦，呢個動作係踏偏步，係記得嘛？嚟準備哦，5、6、7，踏偏步開始誒，身體壓下去，快快合合，命緊跳。佢好，都係安尼。右腳點出去哦，上跑，快合，左腳，快合，右腳再擺，左腳，慢步恰恰，3、2，踏偏步，踢埋擺哦。壓下去，抱兩下，快快合合，動動作做清楚哦哈。右腳點出去，左腳踢埋擺哦，大家要加油哦。右腳再擺，腳好，左腳，慢步恰恰恰。踏步右腳，天天係縮起，再擺縮起，兩隻腳打開來，右手，調整嘅呼吸，左手，過到中間，天埋兩縮起，再擺縮起。頭度嘅動作拍緊你好唔好嘛？接頓我聽到先生做新嘅動作嘅喲。一開始我哋先做暖身，暖身輕鬆腰。我記得做運動一定要先做暖身哦，哈！安尼看唔會出傷哦。嗱，就右腳踏步，頸頭先向前面轉。安尼通通啊，唔嘅頸頭唔嘅頸頸，那麼按痕啊哈，向後背轉。再試嘅3，踏偏步，不用強鬆都好誒，我腳都冇輕用力到哈，都冇輕用力，不用強鬆都好誒。手向上面，伸出來，按過尾冇輕用力，向兩片，天天嚟做唔怕。我記得跳起都錯嘅，向後擺，腳壓起來，加鬆唔嘅數，向下壓起來。我跳起，我記得擴胸。踏偏步，縮起上下，再擺上來，腳打開來，右壓下去，揾左片，右片再擺，左片。我嘅中間身體鋪背，下去，鋪背上，下，係腰，踢埋嘅，數上來縮起，盤起下，再嘅都好誒。右腳踏步，啊等內成做多一片哦，陣間我就做做運動嘅啊哈，呢個動作。踢腳兩片，先看來做一擺啊哈！1、2，
1、2，中间强用去恰恰恰哦哈，来准备哦。5、6、7开始，前面顺风恰恰恰，前面顺风恰恰恰。啊，等你踢脚的时间，你舌头係骨強鬆的，吼骨強鬆，唔安尼出力踢拖，啊，你個舌頭會拄唔掉，舌頭會唔爽快，你會出爽啊哈！啊記得輕輕踢拄好嘅啊哈，嚟右腳再擺哦。5、6、7開始，1、2恰恰恰，踏步右腳，可以嗎？做得好，冇問題哦。下一個動作嘅啊哈，數，像機器人用嘅。可以嗎？我哋卡夾一時咯，佢好多下呢，兩隻手中間都是腳，都是出力，都是要出力。4、3、2、1，踏步右腳。啊，就先摸左腳，啊，就先左手，好兩個動作，手嘅動作加強下，然後就腳先摸停頭，都是再擺手不愛，都是手較夾一些，1、2、3、4、4，都是1、2、3、4。再擺哦，所以有看清楚嘛？踏步右腳，等一下就要對腳加強下來哦，試看哦。5、6、7開始，腳出去，踏步，腳出去，踏步，都係愛得怪好，做得怪好，都是要記得用力，踏步右腳。兩個動作加強下，第一個動作踢腳，記得嘛？試看咯，5、6、7，前面順風恰恰恰，來手本來像機器人用誒，都是再擺踢腳，舌頭變強鬆，冇出力。機器人都是出力，呵，踏步右腳，做到唔會差，繼續靠下去嘅哦哈，來準備哦，踏點，先踏一步，腳再點出去，有看清楚嗎？嘿，踏點步，強手強腳。綁上來，所有輕量純粹到來哈。還有哦，4、3，擴胸，腳某邊，手邊發挺，手純出來，擴胸，再擺手純出來，擴胸。踏步右腳，啊，就上一個動作機器人，記得冇？然後加強下，點腳嘅動作加強下，試看哦。準備哦，都是豎起來，抬頭挺胸。5、6，機器人，都是，呵，都是，踏點，點出去，擴胸。機器人都是出力，手綁上來，擴胸，踏步右腳，從頭開始，踢腳，恰恰恰，三個動作加強下準備，5、6，踢腳開始嚟哦。機器人行路都是用力，呵呵，
来点脚哦，扩胸，踏步右脚。下一个动作呢，上坡做一组哦，哈，上坡哦，可以来做一摆，1、2、3，停下，1、2、3，我停一下，冇紧撞下去，1、2、3，都係安尼，也係數嘅動作，叫嘅動作咪係上坡個，可以來做一擺，我停腳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停腳唔咩恰哦，叫冇壓起來哦，啊第一腳趾共啲天嚟空哦，嗬冇壓起來哦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做得嘛？有聽到嘛？再來，1、2、3，停腳都錯嘅，腳冇壓起來，1、2、3，我哋加鬆五個數哦，1、2、3，停下，1、2、3，停下。再來，做順側，都係安尼，改好。踏步右腳，更加我哋做踏點步，記得嘛？加上我哋上坡嘅動作，此刻哦，5、6、7，睇緊要降下來哦。擴胸，夾起來，上坡，1、2、3。再擺踏點哦，胸豎胸腳，擴胸夾起來，上坡，都係安尼，踏步右腳，更加全部從頭夾向下，4個動作，此刻哦，右腳踏步哦，5、6、7，踢腳。前面順風恰恰恰，前面順風恰恰恰。機器人行路誒哦，都是再一擺行路，都是踏點，胸豎胸腳，擴胸嘅時間夾起來，停腳，3咩？踏步右腳，安尼要記起來嘛？冇記來唔怕，停到嚟向下做，嚇，我每一段嚟向下做，停到嚟做都錯嘅，都冇問題嘅哦。嚟右腳踏步哦，我哋咁樣再從頭做一擺啊嚇。4、3、2，踢腳開始，1、2、1、2、3。機器人行路嘅哦，都是。都是踏點綁上來，擴胸夾起來一條氣，上坡踢腳，1、2、3，再擺踢腳，踢出去，機器人行路。踏點，擴胸夾起，上坡，改好，踏步右腳，睇緊你好唔好嘛？做到唔好差哦，嗱，就縮起上來，盤起下，縮起上，盤起下，弄太巧誒。上來，輕輕地下來，收起。前面的動作睇緊你好唔好冇？明年程度欣賞你的運動，你的精神會越來越好，體力會越來越好哦。挺同，我哋下次見。